圣诗541首，将爱传出去。我们来练习一次。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不论风和下雨，将爱传出去，传到和邻里。把爱传出去，不论东风或下雨。爱是很想，不要犹豫，快快乐乐传出去。爱要分享，不要放弃，把握机会传出去。传出去，传到山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让东风或下雨。把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无论刮风或下雨。爱是分享，不要犹豫，快快乐乐传出去。爱要分享，不要放弃，把握机会传出去。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在圣的主日，我们一起要来敬拜赞美神。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叫我抬起头的神。哈利路亚！我们大声来唱。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是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勇士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是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勇士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是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勇士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我的磐石，我
的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阿们。我的眼，我的口，我的脚和我的手，都要为耶稣而活。我的心，我的灵，我的智慧和能力，都要为耶稣而活。主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我的眼，我的口，我的脚和我的手，都要为耶稣而活。我的心，我的灵，我的智慧和能力，都要为耶稣而活。主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我的双手为主做工，求主恩上加恩。我的双脚为主奔走，求主力上加力。我的意念求主保守，给我清洁的心。我的口中充满赞美，我要为主而活。不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不想不听也不做，不想不听也不做。哈利路亚！阿们。愿主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也求主给我们的意念，保守我们有清洁的心，凡事为主而做。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
救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举起着双手跟主说，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一生要跟随你，一生要跟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因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炼，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会要得蒙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你而来，求你再次清洁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合神你的喜悦。主啊，让我们明白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主不喜悦的事，我们不做、不听也不看。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合一的在主你的爱里彼此扶持。我们愿意来到神你的面前来服侍你。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让我们有更多的祷告能够与主你来亲近。主啊，让我们能够相信，让我们能够明白，唯有单单的依靠你，相信你，深深的敬畏你，我们一生要来跟随你，一生要来服侍你。谢谢耶稣基督，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一切赞美、荣耀、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Amen。大家请坐。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然改变，山虽然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澎湃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我们同心来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独一的真神，全能上帝，和平的人君。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我靠着你的恩典，永远不致缺乏。感谢上帝，是给我们圣神保惠师，时时保守看顾跟帮助。感谢主，赞美主。天父上帝，我们恳求你，除去目前世界各国的恐慌新冠病毒。现在台湾疫情越来越严重，医院医护人员已经有几个人染病，恳求主上帝医治和灵民，赐下平安与我们同在，保守台湾及世界各国的平安度过。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显现在世界各国，让每一个人都渐渐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请你听我们的呼求，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现在翻开圣经，马太福音20章20节22节至28节，我来攻读。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的2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2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试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2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人君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的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以上。我们现在正道，请宜坚牧师来我们讲道，他的题目是服侍。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圣殿，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他。在这个地方，透过神的话语，我们也一起来省思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观。诗篇诗人这样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每一次当我们在服侍、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怀着乐意、欢喜的心？欢喜的心、喜乐的心来服侍上帝，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感觉，一个心思意念。因为当人在服侍神的时候，有喜乐的时候，他就可以怎么样？他的灵可以得到安息，他所做的、所付出，他可以很自在的按照神所给他的分量，能够来服侍、来付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许多人参与在教会不同的侍奉的岗位里面，让我们能够得着那别人所夺不去的那一种的喜乐。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器皿，能够成为你的仆人。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充满着喜乐跟平安。
特别当我们在服侍神你的时候，主你拣选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岗位来服侍圣工。主，让我们能够越服侍越甘甜，越服侍越喜乐，因为主你必加给我们那该有的力量。主，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恳求跟赞美祷告，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同时也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0章35到45节。这段经文指出有一个妈妈，还有一个母亲，她为了她的2个孩子，就是雅各跟约翰，来询问耶稣：他们可以坐在你的右边跟左边吗？好，所以经文说，当他们拜了耶稣之后，这一位母亲她就求一件事情。到底这位母亲在求什么事情呢？经文说：愿你叫我这2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位母亲她以为跟从耶稣就能够得着那个荣耀，就能够得到那个很显赫的那样子的一个位置。所以当这个母亲替他2个儿子来求高位的时候，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应呢？经文耶稣回答说，我们一起读：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耶稣接着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耶稣回答说：你们到底在求什么啊？你们知道吗？我所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这个杯是指什么？这个杯是指耶稣所要受的苦杯。这个苦杯就是耶稣要受苦、受难、受死这一条道路。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提出一个挑战。耶稣说：雅各、约翰啊，好啊，你们想坐我的右边、左边，但是你知道吗？我所要受的苦难，你们能承受吗？在这个地方指出一个观念，就是要跟随主的人，要服侍主的人，他不是轻轻松松的。首先我们知道，这不是一条易路。要服侍、要跟随主的人，必须要喝苦杯，也就是指要受苦，要受磨难。所以在耶稣的国度里，这个位置不是靠争权来得到，而是父上帝为谁预备的。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一位母亲，她对她的孩子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期待跟疼爱。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他不是要来打破雅各、约翰的母亲他对孩子未来的一个期待。耶稣在这个地方要他们改变他们的眼光跟态度来看他们所求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当耶稣正在面对死亡痛苦的时候，他们还在争权，所以反映出一般人他跟从耶稣的内心的那种欲望，一方面想要放下一切来跟随主，可是另一方面又紧紧抓住自己的想要，希望能够得到权势。所以耶稣就趁这个机会来纠正他们对于侍奉的一个态度，要纠正他们对于为大人要做大的一个错误的看法。所以耶稣指出，在这个世俗的社会，一般的社会价值观是怎么样？是追求个人突出的一个成就，或者是力图以权势来压人。但是这个都是在社会角逐竞争要向上爬，往往不可或缺的一个角力。但是在耶稣的国度里面，刚好是相反，谁要做大，就必须能够谦卑的去服侍人；谁要做主人，他就必须像奴仆般的去服侍人。
那经文到最后提出，主耶稣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怎么样？要服侍人，而且献上自己的生命来赎回罪人。这个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我们一个服侍的榜样。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一般人做大是要管辖，要权势，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教导人生的价值观，就是基督徒如果要做大，就要去怎么样服侍人。要谁愿最大，就必须去做别人的佣人；谁愿为头为首，也要去做别人的仆人。就像耶稣为门徒怎么样洗脚。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位修女，德蕾莎修女，她是获得这个世界的诺贝尔奖和平奖。当她原本是生活在一个很舒适的这个修道院里面，在那个地方，她一样在敬拜上帝，在过她的信仰生活，读经祷告、服侍、服务。但是当有一天，他的头探出了这个修道院的墙外的时候，他看到，哇，怎么在这个街道上面，好多这些濒临死亡或者是病痛、被遗弃的人，怎么在街道上面？所以那一刻激动了他的心，让他改观。他这个信仰是要活出来，信仰是要去帮助人，需要去服务那个最弱小的人。经文说，我们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有一个很有名的领导的一个态度，就是以爱来领导。他不是要去做那显赫的事情，而是去照顾那最弱势的人。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不要等待领导，要自己先做，一个一个的做。所以要领导人的人，他要能够一个一个的去做。这个一个一个有道出那一种从最微小的事情，几行几行能够去忠心的去做。所以在神的侍奉的这个事情上面，神不是要看我们的成功，不是要看我们的成就，他要看我们的忠心。人是看人的外表，但是耶和华是看人的哪里？是看人的内心。所以真正的大，它是表现在能够服侍人的当中。那什么是服侍？就是能够照上帝的心意来从事他所喜悦的敬拜跟服侍的圣工。那我们就要问了，什么是照神的心意？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我们要更认识神，我们要更明白神的心意，就是透过读圣经。好，现在我们的同心团契在提倡每个人要读这个创世纪。那在我们的松年团契里面，礼拜4的这个查经班，牧师也从创世纪的在带领这些西多松年，在从创世纪里面来明白神的心意跟话语。那在礼拜3的祈祷会，也从马可福音这样带领着大家一篇一篇、一章一章的来阅读神的话语。所以这个神的话语，我们需要累积那个能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越来越更认识上帝，能够越来越更明白神的心意。那什么是服事？服事就是当我们看见需要，我们就摆上。看见需要就摆上。如果今天假设，从礼拜堂外面来了一个可能他的肢体没有那么方便的人，我们会怎么做？我们是看到的人是你就转头看一下，然后就回头过来，还是你会马上的去引导他，询问他的需要？
这个就有很不一样的一个差别。看到需要的人，我们就摆上。什么是服事？服事就是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才能来为神做工。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你的身上，上帝究竟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恩赐才能？恩赐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恩典是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给出去。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成为一个他的恩典给全世界的人，他没有看种族，他没有看我们信主多久，他没有看我们的能力高下，没有看我们的背景，他单单爱我们，所以他为每一个人来背上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唯有当我们能够把上帝所给你的礼物，你用出来，用在上帝身上，那样子的礼物成为一份恩赐。什么是服事？就是我们从我们的心底，我们感念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回报他。这个回报，我们用我们的行动，我们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身上有的这一份礼物，再一次的奉还给上帝。我们知道餐厅好 restaurant、医院 hospital、旅馆 hostel， 他们的含义是从基督教信仰来的。好，这个信仰含义，因为在早期有信徒设立这个中途站，那专门收留到耶路撒冷，在这个途中去朝圣的人，在这个长途跋涉的这个路途里面，有可能人会病倒，好，人会疲惫，会累倒。这些的人，这个中途站在接纳他们，让他们能够休息。所以可见基督信仰的精神就是怎么样？就是服务人，服侍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透过服侍，我们去经历这个信仰的成长，也更加明白信仰的这个意义。那有人在这个信仰里面，有人或许会说啊，我就是我有看 Good TV 啦，我有看信仰的这个节目哈，那我就不上教会，我也不参与任何服事。他也可能会有所成长，可能在真理知识上面的一个累积，他也可以有所累积。但是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说从做中在学习，好，我们在教导孩子这个过程，我们都让他手做。从做的这个，或是从在团体跟人的互动里面，在学习人际的关系技巧。所以信仰一样，我们是在一个群体里面，透过跟人的互动，透过你的恩赐的这样的一个磨练，在当中让我们的信仰更加的成熟老练。在教会的圣工服事里面，永远不嫌多哈，永远不嫌多，永远需要你我他。今天当我们来做一场礼拜，我们踏入教会，那我们就看到第一线有防疫人员为我们做这些的防疫的侍奉。一开始就有人在做服事，慢慢的，当你上一层一层楼，来到第3楼礼拜堂的时候，外面有招待的侍奉的人员。当你坐在礼拜堂的时候，开始了一场的礼拜，开始有敬拜团队的带领，有诗会的带领，有音乐服事人员的带领，帮助我们能够在敬拜里面来得着这个礼拜的意义跟喜乐。我们又可以聆听圣歌队的献诗，然后当你坐在这个地方做礼拜的时候，你的位置干干净净，我们教堂干干净净。哇，这些要不要有人在周6就有人在这边做打扫清扫？当你很舒服的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拿起周报，你可以很轻松的看我们教会的这些的事工，又是谁完成了周报？这样的侍奉，有时候夏天很热，当我们进来教堂，
我们就可以有很舒服的这个冷气可以吹。又是谁去开了冷气，开了电灯？做一场礼拜，我们可以轻松方便的看到 PPT。又是谁做了 PPT？ 又是谁操作了 PPT？ 所以我们看到，要一场礼拜是需要多少人的配搭同工？有人当手，有人当脚，有人当耳朵、眼睛、鼻子。所以在每一样的侍奉里面，有经过培训。好，我们从小孩子的主日学就开始培训孩子，有音乐、歌唱的侍奉，然后有服侍。培训从小开始，衔接到少年团契，然后青年团契，到了怎么样？成人有可能他就同心团契、松年团契，各样的服侍。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传承的美。可以看到侍奉在传承，一代一棒接一棒。但是如果没有从小开始培训，又怎么能够期待他到了长大之后能够坐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侍奉呢？所以教会同时也扮演着教育、教导的这个角色，培训、带领传承，教会永续经营。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代一代接着一代，一棒一棒接着一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盼望跟未来。各位，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团体，可以让我们看到生命的一个传承，也可以看到耶稣他在教导我们服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成长。所以在这个服事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深深的感受到，上帝是用怎么样肯的人，而不是用已经能力很充足的人。有些很有能力的人还不一定愿意服事，是吗？那我们也相信能力跟资源，上帝他都会供应给我们。结语来说，透过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重新给我们一个有关于侍奉的一个观念，他要我们来学习耶稣的一个服事的榜样，有作为佣人、仆人的心志来怎么样来服事人。所以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看谁？是看人还是看神？我们看人会跌倒，很容易跌倒。我们看神怎么样？不会跌倒，因为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我们单单定睛仰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第二点，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聚焦于基督。当我们聚焦于基督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才会有喜乐。倘若聚焦于工作，我们可能会求侍奉的果效。到底我这样做有没有功效？有没有用？有时候我们常会说，有时候教会做很多这个孩子的侍奉，譬如说夏季学校啦，或是一些营会，到底有没有用？投资这么的多啊，怎么到最后没有人来教会？如果我们看工作，我们就要看果效。如果我们聚焦于人、他人，我们就会比较，容易产生比较。有比较就产生竞争，有产生竞争就产生嫉妒。若是我们聚焦于自己，你只看自己的成果、成就、能力，你就求肯定，求人眼光的肯定。可能没有了掌声，没有了赞美，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很失落，就怀疑了自己。所以侍奉的焦点，倘若离开了主，人心就容易有了愁苦，那怎么会有喜乐呢？所以我们再次来思考，我们在服侍上帝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究竟是聚焦，我们的焦点是放在哪里？
服事不是帮上帝的忙，不是条件或利益的交换，它是将别人的利益、将群体的利益摆在前头，将别人的需要优先于自己的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教会必定能够成就上帝所给我们的命令，要彼此相爱，爱的侍奉。所以服事不是帮上帝的忙，不是帮牧师的忙，不是帮长老执事的忙，也不是帮会长的忙，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要将你的恩赐，将上帝对你的呼召，你在这个群体里面来摆上你自己。所以服事到最后，到底需要留下什么？我们说，凡走过的必留下什么？必留下痕迹。那你这个痕迹到底是要留下什么？就是留下耶稣基督的爱，留下十字架的爱。服事只需要留下十字架的爱，其余的都怎么样？其余的你都放手。第三，在服事的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群体的服事里面，我们多以赞美鼓励的言辞来代替批判论断的眼光。每个人都需要被赞美啊，越赞美的时候，他更有那个力量，还有更有那个肯定。特别我们在孩子、青少年的身上，我们更多的给予这些赞美鼓励的言辞，相信他们的力量会更增强啊。第四，我们明白，最终当我们在服事的过程，我们知道那个目标，我们知道那个目的，那个最终的终极的价值在哪里，就是我们归还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我们一起来念出来啊！归还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被赞美的。透过我们的服事，我们要得到的是让上帝的名得荣耀。这也是神学家加尔文他一个终极最深的一个价值核心，信仰的价值核心就是容神益人，让上帝的名得荣耀。所以今天不管上帝呼召我们在不同的团契、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服事内容，我们尽心尽力为神摆上，我们单单到最后是要让上帝的名来得荣耀。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不管是坐在那个看得见的，或是坐在那看不见的，幕前幕后，前头后面，或者是微小的，或者是显要的，这个都上帝不是看这个，不是看你的位置，而是看你的内心，你在每件事情上面你忠心的摆上。所以服事，当我们在服事上帝的时候，他不是看我们的成功，乃是看我们的忠心。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服事越甘甜，越服事越有喜乐。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最大的事，最大的事就是能够来服事上帝。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事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事你，我要服事你，我要服事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事你。这也成了我们的祷告。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事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事你，我要服事
你，我要服侍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思考一下，在我们的服事过程里面，你是不是曾经觉得很疲惫、很困倦，好像枯干的泉源，你觉得你没有力量？或许你也曾经有打退堂鼓的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有时候你觉得你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我们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再一次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连结在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上面。枝跟树要连结，树要栽在水边、溪水边。当我们的生命连结于基督的时候，叶子不会枯干，水也不会枯竭，乃是会结果子，源源不绝。有这样的一个服事的一个力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在短短的一段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求神再一次加添我们的力量，加添我们那服事源源不绝、热忱、热情那样子的一个愿意为主摆上的心，让我们叫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能够看见神对我们的生命的命定，而最终我们看见神的名得荣耀。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从你的话语，从在祷告的当中，我们来得着那源源不绝的力量。主啊，我们若是离了你，我们什么都没办法做。但是当我们的生命再一次与你连结的时候，主啊，我们奔跑没有厌倦，也没有疲乏，我们将要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巴不得在我们的服事的过程里面，能够得着这样的力量。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能够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能够学习耶稣基督一个美好服事的榜样。主啊，你的话语告诉我们，那要为大、要为头的，就要做那众人的仆人，就要能够来服事人。恳求你帮助我们，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定情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的脚步是轻省的，让我们的内心是安息的。每次的侍奉，我们有那甘甜跟喜乐。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一起用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这首诗歌来回应主对我们的呼召。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走侍奉的道路。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也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起奔主走大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
站起来敬拜赞美。我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是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请坐。现在来奉献哦，请侍奉的同工来奉献。请坐。现在我们翻开周报，周报下面有金句，华语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20章28节开始。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再次，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章28节，有没有新朋友？今天没有，然后我现在报告，那个翻开周报，是，嘉贵的儿子有上次有跟我们那个去花莲，对，叫什么名字？信华，信华，好，欢迎他们。还有本会消息报告，2月7号，下主日将举行本会今年度第一次圣礼典。请大家以恭厚的心来赴主的宴席，领受主的救恩及活命。2月7号，下主日将举行2月份的庆生会，请大家过目看一下。那个如果有遗漏的话，请向干事提出更正。2月7号下主日召开小会，小会员请预备心。
第四，原定2月7号下主日礼拜召开防疫和招待人员训练会，因大部分人员参加灵异志的弟兄生命分享见证，决定延期，日期再行通知。第五，2月礼拜的和堂，请大家过目看一下。第六，洗礼报名4月4号本会今年度第一次洗礼。欢迎成年、小额报名受洗。2月7号报名为止，下个礼拜报名为止。报名洗礼者上完洗礼前信仰造就课程才可受洗。第七，称谢礼拜，2月2号星期五上午9点举行新春称谢联合礼拜，敬邀兄弟合家出席。第八，联合礼拜，2月14号适逢春节假期举行联合礼拜，2月21号恢复2堂的礼拜。聚会暂停，2月10号到19号，因为适逢春节期间，周间的聚会暂停。第10，奉献证明，请大家过目看一下。第11就是干事上班的时间，请他过目看一下。如果要来教会的话，请注意一下。不要扑了空。第12是每周3晚上8点查经祷告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13每周4上午10点双年乐龄读经班。第14每周4晚上8点欢迎登记举行家庭礼拜，请叶秀兰长老联络。团契消息，青少年团契2月7号上午10点半，青少年团契邀请灵异志弟兄生命分享见证，欢迎弟兄姐妹邀请未信主的亲友参加，备有午餐。第二，双年团契原定2月14日2月份例会，适逢春节假期提前2月7号下主日，与青少年团契联合聚餐。参加联合聚会，参加灵异志弟兄生命分享见证，邀请踊跃出席。再来是原定2月28日适逢会员合会，提前至2月20双人团契2月21日台语礼拜后，在会长家举行新春聚餐联谊。肢体相通的，请大家过目看一下。还有总会、中会、教界消息，也请他过目。再来，牧师有没有？没有哈。然后我们翻开圣诗541首唱华语的，请起立，将爱传出去。最后请牧师祝祷。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无论刮风或下雨。把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无论刮风或下雨。爱要分享，不要犹豫，快快乐乐传出去。爱要分享，不要放弃，把握机会传出去。把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无论刮风或下雨。把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无论刮风或下雨。爱要分享，不要犹豫，快
快快乐乐传出去。爱要分享，不要放弃，把握机会传出去。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赐福，你们当平安的出去。愿主上帝让你们在道路当中遇到那意想不到的欢喜、平安、喜乐。基督耶稣陪伴着你们，圣灵扶持你们的一生。阿们。请坐。